猪头吼，甲这两只鸡啦。哦，草鸡。无啥刀吧，这刀吧吼无命啊。哦，甲烧烧无较来。哇，阿财伯啊，啊你草鸡都拢无刀吧？这是要哪磨啦？我看开换新的好啦。换新的？我算你较两个啊，规买2支啊啦。干若要换新的，我拄啊伫拍子海啊，就较买啊啦。啥呀？你对啊，对拍底啊遐去，才对啊才来哦。安怎是啊？啊你毋甲我修理，若毋甲我修理，我来别间啊。我饲要互恁趁，就去互恁顾食是哦。哼，讲甲恁遮拍子啊，一个比一个较无天良。哎，阿财伯，好啦，我甲你修理啦。安尼毋捌对，若是拍子海啊，生意一个好，啊起也歹，连这主顾客也无要插。哎，有时出日，有时落雨啦，遐摆无久啦。哦，啊，对。阿财伯啊，顺行啊。人伫咧拜天公，我咧捡这烂三巴，有影愈想影愈气。哇，我比请两个师傅咧斗做。哇，真的，好，我来了。你到，这样。食点心啦。哎，啊你毋是讲10工内你家己拍起猪头100支连连仔都要交互人，啊你搁毋伸手，你不要休困，再搁啉哦。早人捌点点啦，啊酒无啉无哪有气啦？啊是煮啥物点心啦？面啦。哦，啊你逐摆点心就煮面，看着恁要就饱啦。哎，阿海，你无咧做事，搁要去困啊？知啊，啊，即摆当咧赶工课呢，啊，你若忝吼，多坐遮干干，安尼嘛较差不多。啊，若无吼，大家在遮拼生拼死，啊，你原来总去咧楼顶困哦，安尼你敢袂歹势对无？歹势你去死着，歹势！你要等下举火影，喙张咧牵我捌去啦。头家，你放心去困你的啦，这交我就好啦。做拖家哪有人像你遐忝的？对啦，即句话恁爸就介意听。小青啊，这辈话拢交你去监督。我跟你讲，爱较拼哦。这要求量目睭8外斤，要甲咱叫，咱人看水条，你做事较硬。啊，安啦，你做你困你的啦。哦，拼。头家娘，你嘛去休困啊，这交我就好啦。小新啊，好佳这间店哦，有你伫咧斗换啦。若是靠恁头家一个人哦，免哪舞会去。好啦，恁先休困，食面啦吼。哦，迄个好。哎，你莫创啥？啊，连伫咧手头的工课还袂做了，是袂休困哦？做事啦！哎，啊，你目睭咧银好吼，你是毋惊要闹着哟？哎，你拄则无听头家咧讲，即摆是我咧干工呢，哈，袂爽了。爽，真爽啦！啊，拢听你下恁就好啊。做事啦！加头几摆就会记的，阿姊会陪你读，甲你教。恁两个哪暗困啊？要紧啊，明仔载搁要考试啊。对吼，我一个顾无闲煞袂记啊。哎，这暗啊，楼骹的师傅伫拼暝工，你也缀人伫拼暝工吼。物件收收的紧去困啊，明仔载你会晓偌济就写偌济就好啊，吼。我袂啊，我逐工拢考书人，逐工拢无及格，我袂啊。无阿美啊，你去困啊，我来陪伊吼。不，我袂爱困，袂要紧啦，你较忝，你去困。无我来去楼骹甲因斗做事。多谢你哦。阿水，我脚较偏会痒呢。你啊真歹看。嘿，孙先生。杨生，孙先生，啊透早是要去倒位啊啦？来，行起来，啉一了茶咧啦。哦，免啦，我咧无闲咧，练工啦。有透早啉茶我袂管事。无啦，好康的啦，有代志要甲参详啊，小插开一下。插，来，我插。
去吧，遐只，苏先生，苏先生，哇，迄阿海，迄唔正海迄间店哦，有你甲斗换吼，生意加偌好咧。一个月是拍偌济互你，有比别人较济互你啦吼。大当偌济，行情价尔啦。敢安尼？亲像你即款的文武双全呢，是要对称，要无安尼啦，你规日过我这边啦，我2倍加互你啦，有无？杨仔，我讲吼，你2倍价吼，请2个师傅较会好啦。我来去，人家遮你遮搭做，吼。哎，无，啊无安尼啦，规日半百啦，看你爱偌济才要我请啦。啊无安尼啦，规日我出本钱啦，咱2个公家做头家啦，所赚的公家本啦，安尼好无？杨仔，你唔通讲耍笑啦，世间哪有遮好的代志？啊，我来去。哎，无咯，哎，出去啊！哎，孙先生，同学写完了不要讲话啊，乖乖坐好。怎么啦？怎么都不写？快点写啊！会不会？时间要到了，上紧。慢慢写，没关系，慢慢写。老师，阮阿囝啊，伊足认真伫咧读的呢。阮阿姊拢嘛陪伊读到天光无困，这拢爱怪我啦。细汉的时阵哦，无甲顾好，害伊去发烧，甲头壳烧歹去，毋知安怎头拢记袂牢。袂啦。阿囝的头脑袂比咱较歹啊！我看哦，迄可能是读书方法毋对啦。啊，亲像伊安尼，看书看到天光毋敢困，啊是要安怎可会好咧？那安尼是要安怎才好啊？我看吼，嘿，老师，放心啦，我阿囝吼头壳内有一粒珠啦，迄粒珠吼是还袂开窍尔，迄窍若开哦，读书考试写就第1名。我这大呢阿太嘛同款啊，放心啦。我会出来找我，你有早入来味啊？无啦，你存心啊去应付得，就免我出面去。就讲10天内哦，100支猪头，100支连梨仔刀，爱赶好人。结果咧，一寡新的订货老主顾拢互你得失了了啊！你安尼算算的，敢有加趁偌济？我才讲，伊为着面子问题哦，去甲迄个阿良师抢订单，结果咧，这组人你是，人老师是人客呢，啊，伫遮你中面是要看哟，实实念你是念心酸的哦。啥都有啊，算算啥个变化是安怎啦？好啦，这人已经订好啦，啊无安尼，你搁我按2、3天，我一定赶互你。什么按2、3天？我顶一抓来，恁头家就我讲2、3天，你即摆讲甲按2、3天？啊，你是甲我装笑的咧？无啦，无安尼啦，你莫安尼气噗噗嘛，你搁我按2、3天，我一定算你开上，安尼好无？好啊好啊好啊，我赶吼，我会会，你也免赶。这吼，咱生意做到遮就好啊，趁钱。哎，头家，头家。是啊，啊，迄个搁几工啦？哼，啊，着搁走一摊去啊，哪有通好按啦？哼，讲咧外高拄外高按来人客，我看喊喊啊啦。我想讲你外我多咧，啊，若要知影呢，我家己出面就好啊，我人叫你得死了了。好啦，走去就好啊，怀伫这细主的哦，我咧鱼眼。你100支猪头皮哦，紧甲赶我斗斗的，通好啊？100支猪头皮，师啊，你也无讲迄100支猪头爱教白互人啊。我想讲以前迄大主拢嘛是家己摕转去合的，你无讲我就无传啊。嘿，啊，我明明都安尼交代甲清清楚楚，啥物咧无？你个济，我叫你监督工课，你是安怎监督的？我不管啦，有无你拢甲我生出来啦，无你就代志。
师，猪头病，我敢若毋捌听你讲过咧。敢无？是啊，头家啊，这摆吼我看是你闹交去的啦。啊，准讲恁爸交到了闹交去是安怎？别甘要我问过来哦，恁爸头家呢？走过啦！心爱的，心爱的，再回来，再回来，心花啊不情花，可比不亲你。哎，崔先生，梁仔，崔先生，你面色今仔遮歹看，是安怎样？又讲无想拍破爱背，加讲加喙大。啊，较喙焦，落去要来面啉一下茶啊，对。插个啦，啉一下茶，好。来，你慢来。梁仔，啊，毋知影你刚讲的迄个人算？查甫囝当然是准算啦，也毋过，安怎？也毋过吼，你也帮忙我将迄个毋正海迄间店甲创我倒，生意拢甲关起来，客户拢恁这边，安尼公家做生意，安尼毋才有趣味，对毋对？好啊，我诚心诚意吼，当即把电话就抓。来，好钱。头家多谢哦。多谢。对啊，嘿，你这个趁袂少哦。多谢。钱领了，手酸咧领咧吼。啊，领简单啦，啊，倒啊，跟我讲传出来，8刀算啊，退出。哎呀，巧了。阿妹啊！哎，你敢若点哦？交10罐2罐烧酒来。哎，你大人嘛较差不多咧，哪会叫囡仔去灌酒互你啉啦？你啊，你去啉，酒爱你灌。潇洒哦，你有啥同志？来。对，我走。对。你辛苦没有？太啊，你读册啊？母，是安怎？做咱拍铁这道的，我遐爱啉酒，搁要跋筊。因为哦，因对因的人生哦，拢无目标，嘛无拍算，安尼一天过一天，才会安尼。恁三个哦，就要甲我好好啊读册，将来去社会哦，才有出头，才袂亲像我甲恁爸爸共款，一世人做工仔命。啊，搁有哦，恁拢爱甲我读到大学，阿母哦绝对会拼互恁读的，你是袂会互我失望哦，知无？哦，这我赢，嘿，来。挂规暗拢无啥事，也无意思啦，规气安尼，博较大啊！啊，
大啊大啊。嗯。我是无意见啦，你看因两个要无？哎，大家让你两个上旺的啊，惊啥？就对了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拢来啦，甲你拼啦。那对。啥？来，做一套。嘿啊，甲伊拼啊。你唔讲？输人唔输阵啦，输阵就下面啦。做一道，对。好，拢做一道哈。嘿，四题个四题无？我输上济，我先哈。好。好。失败啦！贪财。心爱的，再回来，有情花，无情花，可比无情离情。哦，啊，对姐，那伫遐。阿玲嫂，啊恁昨跋筊是像输像赢哈？啊，着拢去互春生啊看去啊啦。啊，头家输一寡啦。啊，我甲阿勇拢共款，去互轻啊打。我欠春生500，头家150。头家娘啊！你要甲我借钱哦？看会当吼，摕650少啊无？我头害因啦。我才有700啦，钱歹趁，以后跋筊就较准则的，无使做事做到遐尔忝。我知啦，跋一间吼，我就惊着啊！啊，这钱吼，到位工钱甲我扣啦，多谢哦。伊就转去啊，伊敢无甲你讲？无啊。嗨啊！阿丁嫂要转去，敢有甲你讲？无安怎？啊，伊透早就甲我借700块，讲要害恁的娇小啊，我无去。啊，无人咧甲讨啊，伊是咧烦恼啥？系啊啦，啊伊敢会钱摕外头做会走，无爱转来啊？哎，免烦恼啦。啊，全台东找无几间像咱遮石头遮做的啦，踮伊就转来。是啊，咱的想法无着甲别人的想法无共款咯。咱遮工课这佫忝啊，我定讲哦，伊钱领咧哦，我着阿婆啊，咱共出去走啊。走啦，伊安啥？规日今仔休过啦。这边哪会用的啦？啊，着印好要交货啊，你即马拢做到无半项。是啊，啊有做嘛一工，啊无做嘛一工，师傅娘安尼讲有理啦。唔正叫咧，唔正叫，啥物叫有理啊？恁爸叫休困就休困啦，恁要头家呢？啊，你货明仔载若是交袂出来，我看你是要安怎啦？啊你这查某，你有钱人开就好，啊恁爸做工课做死无要紧。你哪安尼讲话哈？哦，你这查某愈来愈扯，你目睭皮无上暗哩，恁爸谁来收你这款扯查某？小等，你讲的时阵莫夹无按，爱讲夹才会水。哦，我知。小仔，这两个有使按啊？看看。互你雕滚师啊吼，加足好教。啊，这阿丁仔已经袂转来，今仔要对付就对阿勇啊。不过阿勇甲伊个唔正歹哦，可比亲兄弟共款，恐惊较困难咯。免着急啦，我刷了你就知影。